我哋嘅體泳池小區 C 位嘅樓盤，呢個樓盤嘅話，呢套房嘅話係業主重新裝修過㗎嚇，而且佢嘅地板，包括佢嘅房間同埋所有嘅牆壁所有嗰啲門窗，特別佢嘅門窗係做咗斷橋鋁㗎嚇，係我哋門窗嘅10大品牌之一嘅新標嚇。呢套房嘅話，屋主咧就將間房屋咧就設計咗2間套房下，包括有一間係影音室嘅，同埋衣帽間嘅都比較多。特別係佢嗰個主人房係屬於係2個套間打造而成嘅嚇。而家有啲亂，因為佢目前嘅話就搬緊屋有啲亂。但係總括嚟講咧，佢嗰種裝修咧係比較現代化嘅裝修包括佢個陽台都啲門窗都做咗斷橋鋁嘅嚇。嗰邊係書房包括佢嘅衣帽間，整間屋嘅話，業主係重新裝修過嘅。除咗啲門咧就比較簡單啲之外咧，啲門窗咧同埋佢嘅中央空調咧都係用咗美的嘅嚇，大金嘅中央空調。過嚟嗰邊嘅係廚房同埋保姆間嘅。呢個廚房咧，佢係歐式嘅設計，包括佢有個中島台，同埋我哋嗰邊仲有個後門添。嗰個後門屬於係平時阿姨保姆嗰啲過嚟專用嘅電梯。整間屋嘅話，地板咧係用咗岩板嘅嚇，1.2米乘2米嘅岩板。可能會有啲滑一啲，但係總括嚟講咧，整間屋咧就比較清爽嘅，而且係一 set 過嘅嚇。如果係對呢一套房咧有興趣嘅，可以喺我評論區點3個6我帶你現場過嚟睇房。